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一季七八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今来关心桃园机场集体烧话情形继续扩大。疫情中心的一个指挥官陈时中昨暗证实讲，阁有一位机场的保全也确诊啦。另外有一个驶防疫计程车的运将，简单冇去画到，阁伫咧等第2届检验的结果。即马咧桃园机场确诊胃病的人有13人。已经采了379位，那其中又有1位是阳性，那361位是阴性，那17位检验中，8个人是休假，明天才会采。另外，防疫计程车队我们这次是2采，我们有1个是现在还要再确定，可能我们明天再采过一次。今日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联合报。受疫情影响，会农部发度进出口地数原不了起价，有一寡肥料的原料对准年12月份到达起伏已经超过100%。农委会呢宣布讲会吸收一半的起伏，后礼拜一开始，农民去肥料的登录平台签名买肥料，系统呢就会自动扣钱。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高雄地检署指挥廉政署准年6月份接破历史上上届大件国营事业，专门派人代替考试的作弊集团。最近呢，佫掠到另外一件用现金报答案予考生的作弊集团。4、5个组嫌呢是结合台电甲中共的人员斗阵串通。即马这个组嫌人也佫伫咧逃命，目前掌握超过100人，因为作弊摕到天饭碗。集团不法所得超过1亿。再来看中国时报，国际的天然气价上直直起，中油去年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拢无起价，地数呢规年了434亿，创13年来上届凄惨的纪录。每晚年啊，未少人即阵拢陆陆续续回来国内，加上即马呢，国内疫情介紧张，各县市呢拢加强防疫的措施，唔加急放放。台南市呢是大省，先表示讲，阵啊疫情变严重，过年期间的活动拢会冻点。高雄这边是针对病院提出8项管制，要先暂停健康检查。咱若伫咧湘北市呢，对今日开始，病院拢禁止访探病，长照机构甲安养机构也未开放访探视。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强调，即马无分室内或者是室外，全部拢着爱挂喙安。桃园爆出群组感染，即马确诊病例增加，加上新症都要到啊，各县市批开始变真严。台南市长黄伟哲大声表态，若是疫情更加悬，新增的活动该喊停就停，大型的活动嘛无要办。像那个 U12也是停办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并不是说现在要停办，疫情单独发生在台南市出现重大疫情的话，我们该停就会停。高雄市嘛真谨慎伫咧面对，经过专家会议的讨论，测试市长陈其迈宣布，高雄市启动头一批病院有案的管制措施，拢总8项。包括暂停非必要的健康检查、限制探病时段、甲人客数量等等，建议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去探病。好，我们的医院的这个人数确实在这几天的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希望说能够减少院内感染的风险啦。南部的县市开始有案防疫措施，桃园边仔的湘北首都生活圈更加是唔敢大意。新北市长侯友宜发出全面避责。除了呼吁中央都要重新检讨高风险国家的名单甲入境的规定，为即马开始，新北市民无分室内室外，一定爱挂喙安，而且落实徛名制。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的距离，一律戴上口罩。尤其唱歌、拍照，请务必戴上口罩，全力防范。因若新增的活动敢会停办，侯友宜表示，做上摆的拍算，该停就爱停。因若台北市是有新的战略来运用，1个月了后的台北经济，趁头起就有准备相关的配套，疫情若食力，都有应用的办法。另外，湘北市拢宣布为7月开始停止探病，长照甲安养护精神照护机构嘛停止探视。跟民生有关的医院，所以从明天开始，你知道医院、长照、安养护、精神照护机构就不再允许看病了，这个先封住了。高文哲表示，以目前的情形来看，机场、旅馆甲病院要优先处理，松山机场的动线嘛会检查。针对防疫旅馆的部分，台北市防疫旅馆有164间，目前已经检查136间，
有5件需要改进，会当改善就赶紧处理，若无法度改就退出，会搁找别间旅馆来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呢，咱来关心哈萨克动乱。当地呢，因为雅俗的介绍起价，最近小连续发生暴动，已经造成至少44个人死亡。即摆呢，由洛西亚政府率领的维和部队已经进入哈萨克协助镇压。因为哈萨克的总统前一阵仔甲动乱定调是恐怖攻击，已经下令军方的警察唔免发出警告，就会当对恐怖分子开枪。联合国呢是搁一届来呼吁各方要爱有准则，而且强调台人是袂当互接受的。道路顶一直传来爆炸的声音甲枪声，民众提盾牌继续示威。哈萨克的动乱一直拢无停。内政部讲，包括军警甲民众，已经至少有44人死亡。俄罗斯带头的维和部队2500人，已经到哈萨克协助平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包括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拢配合出兵。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吹切讲，恐怖威胁的境界已经升到危险红色的顶级。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м органам и армии мною дан приказ открывать огонь на поражение без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призывы к сторонам про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для мир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Какая глупость! Какие могут бы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с убийцами? 国际社会关心动乱的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哈萨克的紧急状态表示担心。北约组织对暴力示威死亡者表达遗憾。联合国甲欧盟希望冲突各方自我控制。It's important that there be a stop to the violence. People demonstrating should do so peacefully. The killing of police officers and others is unacceptable. The killing of demonstrators is as well. 哈萨克发生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上严重的动乱，因为哈萨克是重要的能源输出国家，国家上是政局长期相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伫附近同款是专制统治的俄罗斯等国家担心会受到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催促俄罗托卡耶夫伫关键的时刻正确的采取有力的行动，快速平息动乱。美联社报道，上大城阿拉木图最近发生真侪小规模的冲突，不过其他地区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陈伟林、刘定文编辑。昨呢，指挥中心公布，咱有58带病入境的，若有4个本土病例，本土拢是桃园机场群聚案，而且感染源可能唔是同一个。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各升悬，切次增加58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从国内自控疫情爆发以来，境外移入人数大至新冠纪录，也增加4例本土病例，拢是桃园机场群聚相关个案，包含2名歌友会会员甲1名共大家属，也有1名机场女保全。不过指挥中心相信疫调结果发现，之前确诊的防疫计程车司机一起自诉控例，全基因定数甲清洁人员无感染化，另外有感染源。它的基因的定序是不一样，虽然都是 Omicron， 所以我们把机场这个防疫计程车司机当作是另外一组。指挥中心也发现17307例清洁人员发病至上早，上初的CT值也上悬，N抗体出现阳性，可能是这个群组的感染源。不管是他从发病日他的一个有症状的日子跟这个 N 抗体的一个阳性。那跟他的一个 CT 值，以他可能为中心是最早的一个个案。这礼拜境外移入病例增加 ，Omicron 一困头增加79例，国内已经有145例 Omicron 个案，其中境外移入138例，本土7例，以美国境外移入84例上济，年岁伫20到39岁占5.5%，有137例是属于突破性感染。有92位是在入境当天就已经检验阳性确诊那7天以内发现的总共有134位所以就是说只有4位是超过7天被发现的。因为桃机群组事件拓开，多连歌友会员共大7人也染疫，但是中承认社区传染已经成立。这样的一个个案，这个群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社区的传染，这已经是成立了
但市长表示，这2天有真侪人要入来，14、15个一批人，边境压力真大。不过，若将防疫旅馆修护好，就袂增加遐尼侪医疗量能。有关桃园机场，初8周末会启动护理志工队进驻，看机场防疫管控是否做好。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严重，指挥中心呢已经宣布会使提早注第3剂的时间。一个一个核对身份甲注射记录确认无问题了后，准备开始注。国内新冠疫苗的注射，未少民众拢是来注第3剂对加射。5月4号跟7月4号，我照时间来打的。因为我们家有老母亲，所以我一定要来再追加。对。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目前国内第1剂疫苗注射率达到80.15%，第2剂是70.08%，基础加强射注射率是0.04%，对加射注射率达到0.88%。因应国内发生 Omicron 病毒的本土确诊病例，社区感染的风险提升，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已经注2剂新冠疫苗，而且让12礼拜以上满18岁民众应该赶紧注1剂疫苗对加射，提升免疫保护力。追加剂里面，除了你前面2剂都是打 AZ 的人，第3剂不建议打 AZ。前面打2剂高端的你就什么都可以打，你前面打 BNT 2剂都可以打。那你在混打的也可以打嘛。第1剂、第2剂都是打 AZ 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有3个 A 的啦。国内专家认为，在疫情紧急的情况下，对加射的时间当然会当缩短。若是讲有特殊情形要出国，也无一定爱满3个月才做对加射。比如说国手要出国比赛要去的国家又是流行地区像这种情形的话，就是也不一定要3个月就是他只要跟第1剂间隔满28天，他就可以去打第3剂。但是间隔太短，打第3剂的话，它的加强作用可能不好。3个月之内打第3剂的话，就是以后还要再补打1剂。若是目前疫苗注射的高峰点，但是中坦白讲，爱有人来注，唔才会有高峰期。而且月底符合资格有768万人，所来2月也有500多万人，是一波高峰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日子，哪力候选人拢鼓励民众爱去投票。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礼拜就要投票，国民党候选人甘宽恒透早开始沿路邮票，切了暗时网络社群传出伊的爸爸甘清飘身体无好住院的消息，甚至有网友质疑是选举操作，甘宽恒慎重背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的身体，那有谁会去用自己爸爸妈妈这个长辈的身体来做这样子的一种散播呢？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选前2天也是照家己的进度，下晡是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环陪伴邮票，伊强调中2选区的选风长期予人批评，最后以希望民众勇敢出来投票，改变现况。地方的选风过去长期有被诟病，那我们也知道说对手的地方组织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请大家勇敢出来投票，才能影响我们想要的地方选风的改变。选举前，台中市警方展开扫乌，查到天道明在内这个暴力集团，对伊不法的资金，像讲诈欺、搬缴机房、贩卖毒品的行为，全面躁动查缉。迄今据查获治平案件8件74人，贩毒案件19件28人，诈欺案件17件80人。枪炮案件3件3人，地下钱庄14件20人。警方拢总抓到74个恶毒分子，后续也会持续对特定营业场所实施大规模临检。警伫立委补选前大动作扫乌，想要稳定民心，也向不法分子宣示，唔通滥杀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那明仔台北市立委林昌佐的罢免案投票，民进党全力挺林昌佐，那国民党是支持罢免。来欢迎咱赖清德副总统的莅临。副总统赖清德初次到万家祥福宫陪无党籍立委林昌佐烧香祈福，因为离罢免投票日剩较无2天，民进党甲总统府斗相挺，展现对林昌佐的支持，希望会当保钓这色。咱用新型的选票支持林昌佐，让伊去立法院，伊就已经甲大家证明，伊表现非常杰出，基层的服务嘛做甲真好。
这款的人才，咱爱继续给伊留伫立法院。我跟静怡其实也都完全可以，这个了解也支持这个院长的决定。就对我来讲，其实本来就是顺其自然，那平常就都会碰面。原定7月的选情造势大会，行政长苏贞昌原本要亲身出席，煞临时话停，强调以防疫工作优先。总统蔡英文虽然会参加，不过一看情形变动调整行程。台北通已经出现警讯，呼吁谨慎对待，爱避免各互人批评。蔡英文如果不动，我也不会动。那你这样3番2次跑到万华去，你什么意思？在疫情这么紧张的时候，以总统之尊这样封街，然后拜庙，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太不像话了。对不对？有点官逼民反了。这半年来发动罢免之后，就是林胜东事件之后，我在选区看到林昶佐的次数比他以前5年多了100倍。国民党整理林昶佐失职7大纪录，市党部要伫7月1日举办罢免造势大会。林昶佐这事，唔但国民党，也有民间团体有意见，分别对抗民进党的总动员。这届双方攻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变化，下款甲观众朋友斗阵来看气象资料。北部15度到18度，在中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再来，在南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6度。在东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金门、平湖、马祖11度到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